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天气。受到风台沙德尔甲这个东北风强伴效应的影响，这个北部、东北部拢有落这个局部的大雨，温度嘛对咧落降。讲到拜六会愈凉冷，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白地低温可能会降到16度，是入秋以来的上低温。啊，天气反冷，浸温泉的人嘛加较侪。北投的温泉季，就为今仔日正式开始咯。 小小温泉水浸一个真爽快，天气愈来愈凉冷，人是愈来愈多，都拄着北投的温泉季，大景嘛收正要拍战。温泉季好康大放送 ，Go Go Go！ 拢讲是有史以来上好的优待，最美的温泉馆4张只要1000块，台地酒店住一暝一顿4、6间，北投老爷嘛上加3、5间。 推出了客房泡汤，然后加上2客餐，餐食的部分呢，可以在午餐或者是晚餐使用。一个优惠的内容可以带来我们业绩的2倍的成长。史上最低、最优惠的大众汤券。看好商机，因为天气愈来愈凉冷，气象局嘛讲，东北风加风台沙德尔有强伴的效应，除了北部东半部有较大的雨以外，同时冷空气落南。 愈晚愈冷，北部上低温度是18度，中南部嘛剩差不多20度。那明天之后的话，因为台风就逐渐的远离哦，所以在天气上面来讲，雨慢慢会缓和下来。拜六的透早温度可能会搁较低，估计敢若剩16度，这嘛是入秋以来上低温度。礼拜这回温，也毋过差无偌济，提醒乡亲爱穿好袖。